到这里，你就会问他说，哎，你要油条，然后他就会吓到就变老徐。哦，先他。对，先他。啊，我们对到戏了，平行时空，我们对到戏了，对，那他这边就会吓到这种就会换徐爸过来。就是那个时候我看到剧本的时候，真的令我最心动的就是他说故事的方式，因为过往其他很多戏剧都是用回忆这种方式来带过去发生的事情嘛，但这一次是用失智进入一个失智时空，然后每次一进入失智时空，就有我这个小徐就出现，所以常常导演在展现的手法是这个老徐跟这个小徐他们会在同一个时空存在，然后我就会开始去填补观众对于这个家、对于老徐这个角色他们的疑问。那时候在跟导演聊这件事的时候，我心里就充满了很多想象，就很期待会怎么样展现。郑哥，我油条冇啊？哦，是掉下去啊。加油！老爷大擂台，大家穷下來，反映梁修身導演。再一次，所以说是娱戏节目。阿秋见，阿秋记，阿家婆罗上衣，爱惜爱惜，开大班中山衣，开爱大班六三一。谢谢，谢谢。我只会这一首。1、2、3、4，左边。好近哦！刚开始知道要跟他一起演戏的时候很紧张，超级紧张的。可是到现场之后，我发现哇，天哪，他也太好笑了吧！然后他很多东西不懂，他都会很无私的教我。所以他让我在阿美这个角色以及阿美跟阿勇互动之间，他给我很大的安全感。他紧张了一晚上。他会很自然的带着我进入这个角色，然后我觉得他好棒哦。导演笑得不开心干嘛？阿秋见，阿秋见。